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讲客家爱黑民族》。今天呢，我来做两个专门让夏天吃的很清凉的板条料理。可是呢，今天唔单抢俺一三营这料理哦，我要邀请到今天的特别来宾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让我们来欢迎这神秘嘉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姐，好久不见了。今天一来哦，就要介绍大家清凉的料理。到底这个黄金板条的寿司要怎么做呢？好啊，其实做菜啊，最重要就是随心所欲。你如果呢喜欢吃有点酸酸甜甜的话呢，客家鸡酱就放多一点，香油是一定要的啦，稍微滴个几滴。黑胡椒打一点上去那我现在呢，我们就稍微来盛盘一下下。怡姐，其实这个板条我刚才有让它冰镇过了，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呢，你会那种感觉凉凉的，很像是凉风吹来一样，很舒服。顺便教你这形容词好不好？就是凉凉的，客家话呢就是叫做凉凉。凉凉就是凉凉的意思，很好记，对不对？在夏天吃一点点凉凉感觉的板条，真的好，今天呢，我跟怡姐一起完成的这个黄金板条已经做好了。先考考小朋友，这个里面呢有加这个香油，香油客家话叫做香油，香油，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挑战呢讲这一整句的客家话，板条滴几滴香油就很香，就是叫做半条，半条，半条，滴几滴，滴滴滴，香油。香油，秋冬香，秋冬香，很厉害耶 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做的这一道菜真的是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哦。你看，非常的简单做，重点是呢，在夏天吃的时候真的很消暑解热哦。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新的客家话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香油，香油，香油。第二个词呢就是凉凉的，凉凉，凉凉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板条滴几滴香油就很香，板条滴几滴香油就冬香，板条滴几滴香油就冬香。你们有学会了吗？非常容易上手，对不对？夏天非常适合吃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